不是你是哎呦那个，哎呦，梅兰你那个你依然。依然，要不咱回去吧？这大热天的，你在外面这也不行啊。要不回去我们陪你聊会儿天儿。对呀，你这一天没吃饭了，你这么跑身体会出问题的啊！回去吧。我没事儿，你们回去吧。我们知道你这心里头肯定特别难受，跟谭少宇这儿，要不这样，我们陪你找他去，咱当面跟他问清楚，好不好？我找过他了，那他怎么说的？他让我不要再去找他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么多年感情还有依恋呢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错了，是我自己自作多情了。我当初也不应该生依恋，给他造成负担了。别这么说哎，你们回去吧，我不会想不开的。不是这怎么办呀？依着这性格，咱俩肯定弄不回去啊。你看着我，配合点啊！啊，我配合你，不是你是。哎呦那个！哎呦，梅兰你那个你依然，梅兰你中暑了，过来帮忙扶一下啊！来，好了啊，来这是冰镇薏米莲子羹啊，来把它喝了。梅兰，你中暑了，你给我喝什么呀？对，他不是中暑了吗？这时候喝冰的肯定不行。再说了，这玩意儿有点补，身体虚的人那个不能喝太补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依然，你帮我喝吧。对，我盛都盛出来了，再倒回去该坏了，怪浪费的啊。来，拿着冰的啊，跟天外头跑了半天了，把这冰镇的喝了，对身体好。要不然你回屋喝去。哦，那火上啊，我还炖那个绿豆粥呢，你想喝我再给你盛啊。那个不是他，你不用管，他有我照顾呢，你放心吧。对，那个你回去休息吧，我再跟天闹，我们俩再那个说点悄悄话。哎。怎么着，演的不错吧？演的是不错，可这治标不治本呢。他下次再折腾，咱怎么办呀？我要是依然，谭少宇这种人，我根本不稀罕。什么呀？哎，那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找谭少宇好好聊聊啊？这事还真得你去说。我这个脾气一到那儿，肯定噼里啪啦，我就给揍他一顿啊！你就跟他说，谭少宇，你这个混蛋啊！依然为你不吃不喝都快变神仙了，你就是这样对一个为你生过孩子、等了你7年的女人吗？反问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啊，争取把他约出来，
坐下来好好聊聊啊。那个绿豆粥，待会儿你也喝一点啊。嗯。依然现在呢是不吃不喝的，你是不是得把这件事说清楚，不然会有严重的后果。我跟他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，请你转告他，不要再来为难我好吗？不是，我来找你啊，不是为了指责你，也不是为了声讨你。我相信你这次不打招呼就离开了，你一定有你的理由。可是，咱们是不是得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啊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用了10年的时间，你发现你跟依然不是一路人，你们俩不合适。你觉得你这个理由，你能说服我吗？啊？信不信随你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来劝我，但我觉得这事没意义，因为我不会改变我的决定。行，你跟依然是成年人，你们自己的行为你们自己负责。依恋怎么办？啊？依恋是你们2个女儿。可以给他们钱吗？钱可以解决一切，可以让他们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如果他们嫌钱少的话，还可以给他们支票，让他们自己填数字。你要不是我10年的朋友，我现在一拳我就揍你脸上。你刚才说那话是人话吗？是不是人话？你听懂了吗？听懂就行。我今天来找你啊，我就想告诉你，依然这2天不吃不喝的，怎么劝都没用。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如果你愿意对他负责任的话，你至少是个有良知男人的话，你应该把这事跟他说清楚吧？啊？你要是不能跟他说清楚，我觉得他不可能相信你现在做的这一切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那就再见一次。记得别带美兰妮，以她的脾气，我不想大家不愉快，我不想不欢而散，可以吗？就是这样，约好了晚上8点。哎，你干嘛不让我去啊？怕你砸场子呗，你自己性格你自己还不知道，你那么冲动。不去，我还懒得看他那个忘恩负义的脸呢。哎，依然，你这一次千万不要再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事情了。这次你就去痛痛快快的骂他一顿，出这口恶气啊！没事儿。分场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不看气氛说话呢？你这样说，他心里不更难受吗？不是，我是要劝他想开的，我说错了。想开点，看你脑子长得挺小吧，真是没东西，我发现。